日职热身赛今天正式展开，读卖巨人队在那霸春训基地出战火腿队，两位台湾球员王柏荣、杨代刚将首度正式交锋，尤其杨代刚昨日还开轰，王柏荣也敲出3垒安打，更让人期待台湾对决。火腿队今天安排王柏荣扛4棒左外野，这是他春训第2次担任4棒，目前打击率高达60%。此外，王柏荣的状况让他连续7场敲安，这场再敲安就可以完成连8场安打的大纪录。火腿先发阵容如下：以大田泰志右2田中贤介 DH3 西川遥辉中4王柏荣左5近藤健介3六清宫幸太郎1 70井1成2巴鹤冈胜也5 9中岛卓也由 P 金子1大。